你有冇試過嗰啲時刻，終於瞓低咗，碌下電話，再撳多條片，點知一眨眼，砰，已經凌晨3點。跟住你6個鐘之後起身，對眼燒緊嘅，個腦又迷迷糊糊，然後你又講翻嗰句老土說話：聽日早啲瞓啊！但係聽日永遠都唔會嘅。唔知點解，總有個朋友、個創業家或者 YouTube 上面嗰啲超人話：我淨係瞓5個鐘都覺得勁精神。你心㗎，兄弟點做到嘅？咁你估下點？今日你就會明白點解有啲人瞓少啲都可以起身時嘅精神，佢清醒，好似叉滿電咁。我哋要破解你哋嘅覺知道，而唔係摧毀嘅。真正休息嘅科學，第一個事實就係咁。重點唔係你瞓咗幾耐，重點係你個腦佢覺時有幾有效率睇過晒嘅睡眠週期。你知唔知？其實你個腦每90分鐘就會經歷5個階段啦，由淺層睡眠到深層睡眠，再到快速眼動期 REM。深層睡眠就等於身體修復、肌肉、免疫系統、能量回復。REM 睡眠就等於腦部修復、專注力、創意、記憶力。如果你喺睡眠週期乾淨又同步，就算只係瞓5個半至6個鐘，你個身都可以完全回復。但如果你睇冇覺斷斷續續，藍光、壓力、咖啡因亂晒大龍，你就算瞓9個鐘都仲係嚟到死嘅。所以我哋目標唔係瞓多嘅時間，而係每個鐘頭都要有多啲深層同 REM 睡眠。高效睡眠方程式，科學加實踐。好啦，兄弟，呢個有科學根據嘅系統會令你瞓5至6個鐘都好似瞓咗8個鐘咁有精神。第一，每晚同一時間瞓覺，就算係周末都一樣。你個腦最中意有規律，每晚同一時間瞓覺同起身，你個生理時鐘就會越嚟越強，就好似訓練你個身體自動釋放褪黑激素嘅。史丹福大學研究顯示，唔規律嘅睡眠時間會令大腦混亂，令你嘅深層睡眠變得更短同更淺。所以要定一個固定時間，例如每晚11點瞓覺，朝早5點半起身，就算周末都一樣。呢個規律會令你朝早起身都特別精神。跟住90分鐘法則，每個睡眠週期大約係90分鐘。如果你喺一個週期中間醒，就會覺得好嘅；如果你喺一個週期完咗之後即刻醒，就會覺得好清醒。所以計劃你喺睡眠時間要用90分鐘做單位，4個半鐘3個週期，6個鐘4個週期，7個半鐘5個週期。設定鬧鐘要根據週期完結時間，而唔係隨便佢個數字。第3點，睡前關機程序，60分鐘關機法。呢個係大部分人都會忽略嘅高效習慣。瞓覺前最後1個鐘頭就係你為高質素睡眠做準備嘅時間。用3-2-1方法，瞓覺前3個鐘唔好食重嘅，瞓覺前2個鐘唔好做嘅或者俾自己有壓力，因為呢啲活動會令你個腦保持活躍，難以放鬆，影響入睡質素。瞓覺前1個鐘唔好再喺熒幕，包括手機、電腦或者電視，因為熒幕嘅藍光會抑制褪黑激素分泌，令你更加難入睡。可以用暗嘅暖色嘅燈代替熒幕，呢啲燈光會令你感覺更加放鬆，幫助身體準備入睡。你可以寫感恩日記，記錄今日發生過嘅好事，令心情平靜，又或者做冥想，專注呼吸，減輕壓力。聽佢每分鐘60到80拍嘅平靜歌單，例如輕柔鋼琴音樂或者自然聲音，都有助放鬆心情。仲可以輕鬆拉筋，舒緩肌肉緊張。呢啲習慣都係同你嘅神經系統講：喂，係時候休息啦，準備好好感覺啦。你會真係感覺到個腦自然喺醒翻。第5點，凍水或者喐動下身體。啱啱起身嗰陣，唔好再咁貪睡健，要即刻行動。用凍水洗面，或者做20下掌上壓、開合跳。總之做嘢可以令心跳加速嚟睇，咁樣可以即刻提升多巴胺同去甲腎上腺素，幫你清走攰醒嗰陣嘅迷糊感。3分鐘之內，你嘅精力會即刻飆升。進階睡眠優化小貼士，呢啲係高效能人士用嘅進階秘訣。第1點，咖啡因時間管理。
下晝2點之後唔好再飲咖啡，咖啡因會阻擋腺苷，呢種化學物質會令你想拒絕。如果你太夜飲咖啡，咖啡因會喺你身體入邊留足6至8個鐘，即使你瞓得着，你嘅深層睡眠都會減少30%。第二點，房間要黑、凍、靜，呢個就係理想嘅睡眠環境。溫度要保持喺18至20度，燈光要全黑或者用睡眠眼罩。聲音方面可以用白噪音或者保持完全靜音。房間越凍越黑，你身體就會產生越多深層睡眠啦。第三，佢同草本輔助，佢含量低就等於攞得唔好。你可以喺體角前加埋甘氨酸區或者飲下印度人參茶。不過咧，記住做咩都好，最好先問下醫生兄弟。呢啲方法可以唔使食藥，都令你神經系統放鬆。第四點，睡前清理思緒，將你嘅睇法寫落紙度。如果你個腦不停睇住要做嘅嘢，會令你個腦保持咗 beta 波狀態。清醒模式下嘅日記寫作，能讓你進入 alpha 波同 theta 波狀態，亦即係準備進入深度睡眠狀態。改變一切嘅思維轉變。兄弟，瞓覺唔係弱點，佢係一款性能分析工具。你冇必要炫耀自己瞓咗好幾個鐘，你需要掌握高效嘅恢復方法。因為成功與否並唔取決於邊個熬夜，關鍵在於邊個能夠醒來時頭腦清醒、冷靜專注。你唔可以喺個腦空空如也嘅時候付出任何嘅。優化你嘅睡眠，你就會揾翻更多時間、精力同人生。咁少啲，但要睇得精明嘅，訓練你身體，深度休息，做生動嘅夢，醒嘅時充滿力量。因為有一日，當你未響鬧鐘就醒，雙眼打開，心情平靜，頭腦清晰，你就會明白，其實你唔需要更多時間，你只係需要更好嘅能量。如果你學到新嘅，記住 like 呢條片，兄弟，訂閱吧。因為下個禮拜我哋將深入探討點樣喺不攝入咖啡因嘅情況下保持全天清醒嘅科學原理。我哋走啦。